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请带我回家。在一个可爱的小房间里，住着一个叫花花的小女孩。她的房间里有好多好多宝贝，娃娃、积木、画笔、贴纸，还有她最爱的玩偶 Pandy。 可是呢，花花的房间常常乱到像被龙卷风吹过，积木倒成山，袜子跑到书架上，连枕头下都藏着饼干屑。有一天，花花在找 Pandy 的时候，找了半天都找不到，她忍不住喊：我的 Pandy 到底跑去哪里了啦？忽然，书桌上亮起一阵光，一个戴着小眼镜、拿着扫把的小仙女跳了出来。她叉着腰，眉毛都皱成一条线。我受不了了，这里太乱啦！她挺起胸说：我是整洁小仙女，专门让房间变干净。花花瞪大眼睛：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呀？整洁小仙女说：我就住在你的扫把里，可是你太久没用它，我都快长灰尘啦。她一挥手，哇，地板亮晶晶，玩具排好队，床上的被子也都折好啦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花花拍手叫好。可是整洁小仙女一转身，看到2颗球滚了出来，立刻惊叫：不行，还有2颗球没归位。她立刻归位，随后她开始擦书柜、扫地。花花看得头都晕了。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一点点乱没关系啦，这也太整齐了吧！整洁小仙女大叫：不行，歪一点我都受不了。就在这时，衣柜里嘣的一声，一团彩色的光冒出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，谁在大吼大叫呀？一个头发乱糟糟、穿着彩色蓬蓬裙的小精灵跑了出来。他咧嘴大笑：我是乱乱小精灵，我最爱乱啦，越乱越开心。整洁小仙女气得发抖：就是你让房间这么可怕！乱乱小精灵懒洋洋地说：哎呀，别这么紧张嘛，东西放哪里都可以呀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枕头丢到地上。花花看着他们，吵得脸都红了，只好喊：等一下，你们别吵啦，我头都快爆炸了。他叹了口气说：一个要整齐，一个要超乱，我两边都快顾不来了。乱乱小精灵咧嘴笑：那干脆就不要收啦。整洁小仙女立刻跳起来：不可以，
一定要收。花花想了又想，眼睛一亮，叮！我有办法了。他拿出纸笔说：“我们来分工好吗？乱乱小精灵负责玩耍时间，整洁小仙女负责整理时间，而我就是你们的队长。”2个小精灵同时喊：“队长，那我们要听你的。”花花点点头，对呀，不过有一条最重要的规则，谁玩的谁收。乱乱小精灵歪头，咦，那妈妈呢？花花摇摇手，妈妈不是收拾机器人呀，那是我的工作，我自己玩的玩具就要自己收好，要不然下次我又会找不到 Pandy 了。整洁小仙女露出微笑，这个规则我喜欢。乱乱小精灵抓抓头，那我玩完就帮你一起收好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房间有了新规则。早上是乱乱时间，积木乐高拿出来玩，娃娃和玩具小车车可以开派对，彩色笔可以画好画满，记得要画在纸上哦。当太阳下山，花花就会拍拍手，好啦，收拾时间到咯。整洁小仙女拿着扫把哼着歌，乱乱小精灵跳着舞帮忙捡玩具，花花也动手一个一个把东西送回家。积木要回篮子里，娃娃去床上，玩具小车车可以放回收纳盒里，画笔排好队，放回笔盒里。收完后，他开心地拍拍手，哇，我自己收好房间耶！整洁小仙女笑着说：“花花，你越来越棒了哦！”乱乱小精灵也点头。原来收好以后，下次要玩什么都能马上找到，根本不用找半天。花花笑着说：“对呀，如果玩具都乱糟糟的，明天要找娃娃、找小车车，就要花好久的时间，哪还有时间玩呢？”整洁小仙女拍拍手，这就叫收好玩具，玩起来更快更开心。花花看着整齐但又不死板的房间，觉得舒服极了。她抱着 Pandy， 开心地说：“我的房间现在刚刚好，不乱也不紧绷，真好。”那天晚上，她梦见2个小精灵在云朵上跳舞，整洁小仙女挥着扫把，乱乱小精灵画着彩虹，他们一起唱歌：玩可以乱，心要快乐，玩玩收好，下次容易找到，整洁加乱乱才是刚刚好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玩玩具、画画、做手作都可以超开心，可是更棒的是，玩完以后自己收好，因为那些玩具、书本、画笔都是你的宝贝朋友哦。当你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家，他们会开开心心地说：“
谢谢你带我回家。而且呀，当每个宝贝朋友都乖乖回到自己的位置，下次你想玩什么，他们就会立刻出现，排好队等你一起玩，不会再像之前那样迷路或躲起来啦。所以记得哦，玩玩具、画画，乱一点都没关系，可是玩完要自己把它们送回家，这样房间除了整齐以外，也会觉得更舒服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